位于东区台南镇沙白溪，对前副院长詹顺良创立。原先只是一间小小的铁皮屋，经营到现在已经22档，而且传到第3代。不但生意稳定，而且嘛得到袂少人客好评。不管是附近的客家，或者是外县市的游客，拢常常来。不但实在新鲜，而且还真合口味。你们是特地从哪里过来这边吃的？斗六。斗六。对。哦，怎么会想要说来这边吃它的丝木鱼？哦，因为觉得其实我之前就有来过几次了。每次来都会觉得这边就是来吃这里的那个虱目鱼，真的很好吃。这边那个虱目鱼调理的有各种变化，而且干净卫生，然后味道很古早味，很在地。强调实在新鲜，要让人客吃了健康安心。詹顺良表示，鱼货拢是逐工现捞现抬。加上鱼骨来控汤，绝对是新鲜。我这间店够近就对了，我敢讲是信用的保证啊，绝对是什么东西米嘛拢用足好的米，后备箱的冠军米。阮的物件啦，汤头啦，拢规个鱼骨熬汤的，全部拢是鱼骨控汤，阮抬起来鱼骨啦阮无去外口买。阮的物件就是讲，今仔日的物件，阮现抬卖了就是无啊。阮无咧卖，就讲去菜卖了，讲为着要销较大，去菜市仔买来摊，安尼阮较无啊。因为菜市仔物件嘛是共阮拢有青啦，但是我感觉物件拢有青，但是保鲜很重要啦。副院长詹顺良表示，当初开店是要互后生一个稳定的事业，想袂到经营到现在已经传到第3代，而且店内嘛伫咧2018年对传统的铁皮屋转为工业风的设计。第2代郑芝姐表示，这间店有厝内人的爱心，充满着感情。未来将进行第3处的转型，希望有新的变革加点创新。22年了，那从传统的铁皮屋，一直到我们把它改成这个，由我朋友从澳洲回来，把它重新的这个设计装潢，规划成现代的工业风。但是我知道现在呢，我们又面临了第3次的要再转型一次了。那近期也跟我的店长呢一直在积极的讨论当中，希望我们这个传统虱目鱼料理，加上我们这22年来我们去研发了很多的这个用虱目鱼来做创意料理，让年轻人也能够了解这个虱目鱼它的营养价值，还有它的美味。对第1代副院长经营到第2代郑信凯、郑芝姐，不但传承父亲议员的职务，同时还阁将店经营甲相当特色。目前副院长退休以后，嘛会来店来斗3工，平时甲着人客来拍招呼。现在第4代的小朋友嘛会到店来佚佗，互该店成为一家伙仔联络感情的好所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